如果我同你講喺摩洛哥一個偏遠山區，有啲家庭連三餐溫飽都成問題，但屋企竟然有電視機，你會點諗？我第一個反應係唔係啩？食物都未夠，竟然仲會買電視機？貧窮的本質，作者當年去到當地做研究時，其實都問過同樣問題，但當作者親口問過當地人之後，得到一個完全出乎意料嘅答案。聽落好似好荒謬，但現實世界其實呢種事情每日都發生緊，甚至可能包括你同我。當然，我哋未必會買電視機，但可能係最新款嘅手機、名牌車或者更大嘅屋，又或者係一啲未必真正需要嘅消費。所以貧窮的本質最有趣嘅地方，並唔係研究窮人有幾窮，而係研究人究竟會點樣作出決定。我睇完呢本書之後發現，雖然我哋生活喺香港，未必會遇到書入邊嘅情況，但某啲地方其實都好相似。好多時候，貧窮同富有嘅差別，未必只係收入高低，而係一個人點樣面對誘惑、面對風險同埋面對未來。睇完之後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原來貧窮唔單止係缺乏金錢。今次我會將書入邊最令我深刻嘅內容分成幾個方向同大家分享，包括消費、儲蓄、風險同埋制度。講到貧窮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到食唔飽飯。呢個諗法其實好合理，因為對於好多窮人嚟講，食物唔單止係滿足同埋飽肚咁簡單，而係生存同工作嘅基礎。尤其係依靠體力勞動為生嘅人，食物提供嘅能量會直接影響佢哋每日可以做幾多工作。因為食得少，所以冇足夠體力工作，工作效率下降，收入又會更低，更加買唔起食物，於是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。如果食物真係咁重要，當窮人有多啲錢嘅時候，理論上應該會將大部分收入用嚟買更多食物。但作者後來發現，現實同我哋想象嘅有少少唔同。喺中國兩個貧困地區，研究人員向部分家庭提供大量糧食補貼，令到大米、小麥變得更加平。按照一般邏輯，食物平咗，人應該會買更多糧食，攝取更多熱量。但結果恰恰相反，當大米同埋小麥平咗之後，呢啲家庭反而買少咗糧食。相反，肉類、蝦類以及其他味道更好嘅食物消費增加咗。最令人意外嘅係，即使購買力提升咗，佢哋吸收嘅總熱量並沒有增加，甚至有輕微下降。呢個結果顛覆咗好多人對貧窮嘅想象。原來生活稍為改善，人追求嘅係更好嘅生活品質。作者開始明白，即使收入有限，人都希望食好啲，味道好啲，因為人除咗生存之外，仲希望生活有少少享受。而呢種追求其實唔止出現喺食物身上。書入面有個更加令作者震驚嘅例子，喺摩洛哥一個偏遠山區，作者走訪當地嘅貧窮家庭。呢啲家庭收入都好低，生活條件亦都唔理想。但係當作者走入屋入邊時，卻發現入邊有電視機、DVD 機等等。作者忍唔住問：如果連食物都未必充足，點解仲要買呢啲嘢呢？其中一位父親笑住咁答：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。呢個答案令作者十分意外。但當佢繼續研究之後，開始明白背後嘅道理。原來窮人並唔係一部只需要食物同埋能量嘅機器，佢哋同我哋一樣都會覺得悶，會想娛樂。一部電視可能係一家人每日最重要嘅娛樂來源，亦可能係佢哋接觸外面世界唯一嘅窗口。所以喺作者眼中，呢啲並唔係衝動消費，相反係經過權衡之後作出嘅選擇。因為即使生活再艱難，人都希望自己嘅人生唔只剩下生存。作者又發現喺好多貧窮地區，人們會花大量嘅金錢喺婚禮、嫁妝、洗禮甚至喪禮上。其中一個例子嚟自南非。有啲家庭舉辦一場喪禮嘅花費，甚至高達家庭全年收入嘅40%。聽落好似好難理解，明明生活已經唔易㗎啦，點解仲要使咁多錢喺一場葬禮上面呢？但作者發現呢啲開支背後好多時並唔係享受，而係社會壓力。因為喺當地社區，一場體面嘅婚禮或者喪禮，代表住對家人嘅尊重，亦代表住一個家庭喺社會入邊嘅地位。如果做得太寒酸，可能會俾人議論，甚至失去咗人哋嘅尊重。即使喺今日嘅香港，好多人結婚願意使幾十萬擺酒，喺理財角度睇，呢筆錢可能足夠作為投資嘅本金，甚至成為一筆可觀嘅儲蓄。但好多人仍然願意咁做，因為人做決定唔係只考慮金錢回報，我哋會追求儀式感、面子、認同感同埋人生重要時刻嘅回憶。
窮人同我哋其實冇想象中咁大分別，佢哋同樣會為快樂消費、為面子消費、為情感消費。如果有一日遇到突發情況需要用到錢，又點算呢？呢個問題亦都帶出書中另一個重要主題：儲蓄。講到儲蓄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以為窮人儲唔到錢係因為收入太低，但貧窮的本質提出咗一個更複雜嘅解釋。作者發現，窮人其實唔係唔識儲蓄，佢哋都知道錢應該留起嚟嘅，亦都知道儲蓄可以幫助自己改善未來嘅生活，例如買啲農具啊，做小生意，供仔女讀書，又或者應付突發開支。真正困難嘅地方在於，佢哋想達成嘅目標通常都好遙遠，但眼前要面對嘅誘惑同壓力卻非常接近。可能今日只係買一杯奶茶，買啲好食嘅食物，買一啲令生活冇咁沉悶嘅嘢。單睇每一次消費，好似都唔係好大筆錢，但問題係呢啲細細筆嘅開支會不斷出現，慢慢就會令原本可以儲落嚟嘅錢一點一滴咁消失。書入邊有個農民講得好直接，佢話如果錢放喺屋企根本儲唔住，因為錢只會仲喺身邊，總會有事情會發生。屋企人病咗，親戚要幫忙，日常生活開支，突如其來嘅人情壓力，全部都會成為用錢嘅理由。而且作者提到，自我控制其實好似一塊肌肉，你用得越多，佢就越容易疲勞。對窮人嚟講，每一日都要為好多細小但係重要嘅事情作決定：食乜嘢，買唔買藥，幫唔幫屋企人，今日使唔使呢筆錢？每一個決定都係消耗緊意志力。所以儲錢並唔只係收入嘅問題，而係心理嘅問題。當一個人生活充滿壓力、不確定性同埋誘惑，要去長期為一個遙遠嘅目標作出犧牲，其實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。呢個亦係作者想提到我哋嘅地方。窮人儲唔到錢，未必係因為佢哋短視，亦都唔係因為佢哋唔夠努力。好多時係因為佢哋所處嘅環境，令儲蓄呢件事變得非常困難。其實生活喺香港嘅我哋，某程度上已經比書入邊嘅窮人幸福得多。作者提到，窮人面對嘅問題，往往唔係因為佢哋比我哋懶，亦唔係因為佢哋比我哋蠢。我哋真正嘅優勢，並唔係比窮人更加自律，而係好多時好多重要嘅決定，其實制度已經幫我哋做好咗。我哋有12年免費教育，但有啲地方嘅小朋友，即使有學校，都有可能遇到老師長期唔返工，又或者家庭經濟問題，被迫放棄學業。我哋有銀行戶口，但有啲人只能夠將現金放喺屋企，日日面對住用咗佢嘅誘惑。我哋打開水龍頭就有水，唔需要將所有精神都放喺基本生存問題上面。但有啲地方就唔同，佢哋每日都要不斷運用意志力去作出正確嘅決定，而意志力本身其實係有限嘅。當一個人日日都要為咗生存而思考，自然更難去規劃長遠未來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主題係風險。作者形容窮人其實好似對沖基金經理一樣，每日面對各種嘅風險，但兩者最大嘅分別係，對沖基金經理輸咗，往往有人同佢分擔損失，但窮人輸一次，代價可能由自己同埋成個家庭承受。書入邊提到，有啲家庭原本已經唔有錢，但係父親突然病咗之後，所有積蓄好快用晒，為咗俾啲醫療費，只能夠同啲大耳窿借錢，結果債務越滾越大，最後連小朋友讀書都會受影響。原本只係一場病，最後卻改變咗成個家庭嘅命運。作者發現，窮人面對嘅風險其實無處不在，可能係疾病、意外，可能係失去工作，又或者係農作物失收。而最困難嘅地方在於，當風險嚟臨時，佢哋通常冇足夠儲備，冇完善嘅保險，亦都冇太多嘅資源去承受損失。所以對窮人嚟講，最重要嘅未必係賺更多錢，而係有能力撐過一次又一次突如其來嘅打擊。睇到呢度，我開始明白點解作者一直強調儲蓄同制度嘅重要。因為當一個人有積蓄、有醫療保障、有穩定制度支撐嘅時候，一次意外未必足以摧毀整個人生，但對好多窮人嚟講，一次意外已經足夠令佢哋重新跌入貧窮。我最大嘅感覺係，改善貧窮其實從來唔係一件簡單嘅事，佢唔單止關乎收入，更加關乎教育、儲蓄、風險同埋一個人所身處嘅環境。書中好多例子都令我明白，窮人未必係唔努力，而係佢哋面對嘅風險比我哋更多，犯錯嘅成本亦都更高。而對我自己嚟講，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更加覺得有啲事其實係我哋可以提早準備嘅，例如持續學習、提升自己嘅收入能力、控制消費，
唔好收入增加就不斷提高生活水平，建立儲蓄習慣，先儲錢後用，以及預留備用金，為突發情況做好準備。最後我想問一問大家，你覺得一個人一直走唔出貧窮，最大嘅原因係收入啊、消費習慣定係所處嘅環境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